嗱電邊儀嗰個温度選擇一個自己覺得舒服為原則。咁正面嘅身體問題，通常隻手咁樣揸住，咁樣揸住。咁你喺身體正面，基本上每個位置你都可以做得到㗎啦。好啦，第二種揸法咧就係、如果我做膊頭，我就用，譬如我做呢邊膊頭，我就用第二、第三隻手指，我咁樣夾住個電邊儀，咁樣夾住個電邊儀，我就係咁樣做呢啲膊頭，呢啲位、腋下呢啲位、呢啲位置，我可以咁樣做。好，呢邊手我就可以咁樣做啦。我可以咁樣做，咁樣做。好啦，如果我做腰嘅位，第三種揸法係點咧？如果我做腰嘅位咁樣揸，我可以咁樣去做腰。可以咁樣揸，做高少少。好啦，另外我再講一講俾你知道咧，如果一個人佢個問題嚴重嘅，譬如佢做咗，我當經痛啦，女士們最容易係經痛，佢做咗30分鐘都覺得冇舒緩到嘅，咁就做前後夾弓，做埋後邊8年前後夾弓對應，咁你去舒緩佢經痛。膝頭哥痛都係，如果做咗30分鐘都唔覺得有舒緩，就係嚴重嘅人側邊、後邊同埋依嚿肌肉都要做埋佢，呢度周圍範圍都要做晒，咁樣做埋，咁你個膝頭哥痛就容易舒緩啦。做多啲範圍。